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雪山隧道甲苏花改隧道的广播，改换囡仔声来放送。尤其咱在地幼稚园的小朋友来录制着安全宣导的广播，提醒驾驶小心来开车。虽然有一寡噪铃带，但是声音真古锥，互人听到心花开。即将进入宜兰，目前车流量大，请保持车距。讲话像自信，唔免看稿，得当个广播词念出来，为个比一个爱心，提醒阿叔阿姨开车一定要细力。开车滑手机，闹闹。幼稚园囡仔正做古锥播音员，对老师做录音，然后个人个团体版本广播时到达古锥动作，老师伫咧电里将影片放送出来，家长紧摕手机啊翕家己的心肝宝贝。领奖时阵，佮会记含宜兰县长林志妙行来致敬。8、4号开始，雪山磅空含苏花改磅空正式新增加囡仔版本的广播，平常时每点钟放送2遍到3遍，别个礼拜会个放送真侪遍。娃音只要口齿清晰，然后听得让人舒服，我觉得用什么形式广播都很好。会稍微精神集中，注意听一下他在讲什么。怕说小朋友讲会听比较不清楚，这样。大人讲也听不清楚啊。咱来听过去的广播版本。雪山隧道广播，雪山隧道广播。过去有用语调，佮我互讲过，会互听甲起价不赔。即马新版本的广播，虽网淡薄臭灵带，毋过嘛有民众经过磅空的时，会当想得出来汤生丸啊，互大家加注意行车安全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